各位尊敬的校友，亲爱的师长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中原大学的113年校庆暨校友日庆祝活动。今天我们聚集于此，共同庆祝这一重要的里程碑，重温那段曾经的青春岁月，并展望未来的光辉旅程。在这113年的历史中，中原大学不断追求卓越，培育出无数优秀的人才，为社会各界做出卓越的贡献。今天我们不仅在这里庆祝母校的成就，更要向所有为中原付出心血与汗水的人致以崇高的敬意。无论是辛勤的教职员、热情的校友，还是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挥洒青春的每一位同学，你们都是中原辉煌历史的重要一部分。回顾历程，今天我们将透过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回顾中原的发展历程，从创校初期的艰辛到如今的蓬勃发展，这一路走来的每一步都是无数校友们共同努力的成果。让我们一起回顾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，感受母校的变迁与成长，并向为中原付出努力的每一位致敬。重逢时刻，在这特别的日子里，我们再次相聚，于此与昔日的同窗老师们共度美好时光。重逢是如此珍贵，无论时间过去多久，这份情谊始终不变。让我们借此机会分享彼此的故事，重温那些年在校园里的点滴回忆，并感受友情的温暖。展望未来，亲爱的校友们，今天的聚会不仅是对过去的追忆，更是对未来的展望。在这里，我们将探索更多的合作机会，促进校友之间的交流与合作。希望每一位校友都能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，并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明天。今日我们重聚于此，回到了这片曾经灌溉我们青春梦想的校园。那时的我们怀抱热情与理想，一同度过了无数难忘的日子。而今我们再次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，彷佛青春的气息又在这里重新绽放，中原情怀在聚首。这不仅是一次校友的聚会，更是一场心灵的旅程。我们一同走过的青春时光，无论多远，都依然在心中悄悄滋长。那些笑声，那些泪水，仍然在记忆的深处闪烁出光芒。今天我们怀着对过去的思念，对朋友与教授、老 Coco 老太太的牵挂。我说错，是教授太师与师娘，因为他们退休回味，回到了这个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地方，曾经并肩作战的同窗好友，如今各自走在不同的道路上，但我们的情谊从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。在这片承载着无数梦想与记忆的校园，我们的青春不曾远去，而是在此刻再次被唤醒。让我们珍惜这次难得的相聚，回忆过去，分享未来，重燃曾经的热情与梦想。亲爱的校友们，无论时光如何变迁，中原情怀永不褪色。今天让我们在这里再次感受青春的力量，再次聚首，再现我们最初的梦想。各位中原的校友，欢迎回家。时光如梭，岁月悄然流逝，那些曾经在中原校园里度过的年少时光，彷佛在昨天。而今天我们再次相聚于这片熟悉的土地，在这里，无论是走过的教室热闹的活动，还是宿舍中的欢笑声，都承载着我们的青春记忆。这片校园见证了我们的成长，书写了我们无数难忘的故事。今天我们重返中原，不仅仅是为了怀念过去，更是为了重温那份深厚的情谊。那些年与我们一同走过青春的同窗，仍旧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伙伴。无论时光如何飞逝，这份友情将永远珍藏在我们的心中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让我们一同回顾过去，感受当下，并展望未来。让我们再次握手言欢，分享彼此的故事，重拾当年的点滴回忆，让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感谢、思念与情感化作此刻的欢笑与感动。亲爱的校友们，无论我们身在何处，中原永远是我们的家。而今天这里的每一个角落，都因你们的归来而变得格外温暖。时光如梭，情谊永存，让我们珍惜这次重逢，携手创造更多美好的记忆，并将这份中原的情怀永远珍藏心中。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回到了这片熟悉的校园，更是回到了我们心中的那份初心。曾经在这里，我们怀抱
筑梦想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，一步步向前迈进。时光匆匆，岁月变迁，虽然我们走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，但那份在中原度过的美好时光始终深藏在我们的心底，是我们对过去的深深怀念，也是对今天重逢的无限珍惜。这一次的相聚，带着青春的记忆，友情的温度，让我们回到当年那个充满热情与梦想的自己。在这片我们曾经挥洒青春汗水的校园里，无论是曾经的学堂运动场，还是那些喧闹的走廊，都承载着我们无数的故事与回忆。今天我们再次走在这里，不仅是为了追忆过去，更是为了在彼此的陪伴中寻找那份最初的感动。这是一场温暖的团聚，是一个让我们彼此重逢的时刻。那些曾经共同努力欢笑的日子，今天依然在我们心中鲜活。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放慢脚步，回顾曾经，并再次感受到那份属于我们的中原情谊。亲爱的校友们，无论我们身在何方，中原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归宿。今天的团聚，让我们不仅回到了这片土地，更回到了我们最初的自己，再次回到这片充满回忆的校园。今天我们重返中原，不仅是回到这个曾经一起奋斗、一起成长的地方，更是回到了我们青春梦想的起点。多年来，我们走过不同的人生道路，肩负各自的责任与使命，但无论身在何处，这里的点点滴滴仍然是我们心中最温暖的依靠。重返中原，绽放光彩，这不仅仅是一个聚会，更是一场光辉的盛典。当我们踏入校园的那一刻，曾经的回忆如同昨日重现。还记得那些熬夜备考的日子，还记得那场热血沸腾的校园活动，还记得与同学老师之间的欢笑与泪水。这些美好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人生中不可磨灭的部分，永远在心中闪耀。今天我们不仅是来回顾过去，更是带着自己在社会上的经历与成就，回到这个培育我们成长的地方，向母校和彼此展现我们所绽放的光彩。无论是学术事业，还是生活中的点滴努力，每一位校友的成长都是中原光辉历史的一部分。你们的成功便是这片校园的骄傲与荣耀。但这次重聚并不仅仅是为了展示过去的成绩，更是为了在这片承载着我们无数梦想的土地上重新点燃我们的热情，并携手迈向更光辉的未来。今天的重逢，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那份曾经的活力、激情与梦想。这份情感不会因岁月而褪色，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深厚。在这次难得的相聚中，让我们一同分享彼此的故事，一起那些年共度的青春岁月，并共同庆祝这份来自中原的永恒羁绊。亲爱的校友们，无论我们走得多远，无论未来的路如何崎岖，中原永远是我们的精神家园。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绽放属于我们的光彩。亲爱的中原室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这片熟悉的校园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共同庆祝回娘家的特别时刻，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回顾那段青春岁月，重逢这份珍贵的情谊，并展望未来的无限可能。回忆重温青春时光，首先让我们一同回忆那些难忘的日子。曾经的我们在这里挥洒青春的汗水，书写出一段段属于我们的故事。那一个个在课堂上，在操场上，在宿舍里的点滴回忆，都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印记。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段特别的回顾影片，里面记录住过去几年中原校园的变迁与成长，请仔细回想影片中有你们熟悉的笑容、熟悉的场景，每一个瞬间都是我们共同的回忆。当影片播放时，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些珍贵的回忆中，感受那些年少的激情与梦想。重逢温暖的团聚时刻，随着回忆的慢慢浮现，今天的重逢让我们心中充满了温暖。无论这些年我们身在何处，无论生活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挑战，今天我们终于再次聚首，分享彼此的故事与经历。在这个美好的时刻，我们邀请几位校友上台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成就，每一位的经历都是我们共同的骄傲，让我们一同感受他们的热情，并从中汲取力量与启发。除此之外，今天的活动还特设了一些趣味互动环节，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再次感受到当年的友谊。我们将举办一些有趣的游戏和活动，让每一位校友都能参与其中，重温那份久违的快乐与活力。未来展望共同的明天，
在这次特别的相聚中，我们不仅是回顾过去，更是为未来铺路。每位校友的成就都是中原的骄傲，我们期待着在座的每一位未来能够携手合作，共同成就更美好的明天。让我们在这里彼此支持，分享资源，建立更深的联系。中原永远是我们的根，而今天的相聚将为我们的未来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。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继续保持联系，共同成长，彼此激励，让我们的情谊和梦想如星辰般璀璨。亲爱的校友们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回忆过去，重逢旧友，展望未来。这份情谊，这段历程将永远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。感谢你们的回归，让这次聚会充满了温馨与感动。让我们共同祝愿未来的日子里，让我们的中原情谊持续绽放光彩。这次2024年底跨越2025年，当新年的钟声响起，中原大学的校园里充满了期待与欢乐。在这个特别的元旦之夜，璀璨的烟火在夜空中绽放，将宁静的冬夜点亮得如同白昼。看五颜六色的火花如同流星雨般从天空中倾泻而下，照耀着每一张笑脸。学生们聚在一起，手中握着热饮，欣赏着这场视觉的盛宴。每一次烟火的爆炸声都伴随着热烈的掌声与欢呼，传递出青春的活力与希望。这一刻，所有的烦恼都被烟火的光芒驱散，留下的只有对新年的美好祝愿。在这片璀璨的光影中，中原大学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友爱与团结的气息。2025年元旦，我们在这里共度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夜晚，让我们一起期待未来的每一个精彩瞬间，共同迎接新的挑战与机遇，携手创造属于我们的美好明天。